寿喜烧的台语，都一个上侪人讲。是寿喜烧，大家拢捌看过寿喜烧嘛吼？伊迄看起来咧，敢若亲像迄个豆油甲倒落去尔，啊，食起来甜甜的感觉。所以我这边的简单的答案就是我的是豆油火锅。哦，豆油火锅是像我这边的答案叫做牛肉อุ่。牛肉อุ่，嘛袂歹呢。因为就是煮干的淡薄仔要滚有无？薄薄的牛肉捏起来，就起来小回回稳稳的，摕起来就食。因为这是也做做 sukiyaki，sukiyaki 伊就是无加水，加做豆油，所以一般咱台湾人讲这个是豆油火锅。我顶这讲答案的原因足简单的啦，因为我阿嬷不爱食牛，而我厝的嘛无食过这种寿喜烧，所以我感觉是牛肉อุ่。这是日本式的火锅叫 sukiyaki 啦伊最主要就是讲伊用这个豆油，当然有时会加其他物件，主要是豆油。咱肉就去用迄要滚的豆油甲放个熟，其实无那牛肉免真熟啦半熟搁温迄个椰汁。迄落啥鸡卵啦，鸡卵，因是用鸡卵青的鸡卵来食呢。所以伊主要是迄个豆油啦，所以咱台湾人较侪人会讲伊是豆油火锅，因为照调查讲豆油火锅的人有59%，讲牛肉อุ่的人才40%尔。